好开心哦！今天我们又一次在跟各位观众见面。我要讲的题目叫做转弯，转弯。念头一转弯呢，生命无限宽。转弯这2个字，有一个女孩因为车祸，她失去了右手了，失去右手，她痛苦了，很沮丧啊，沮丧。她一味的憎恨命运，责怪上天太不公平了，让她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。她不愿意去面对别人那种怜悯的眼光。所以他每天呢都关在家里面呢，沉溺在这种无尽的悲痛当中，对未来不再有任何的希望。他放弃了自己，直到有一天呢，他看到他妈妈呢，把右手呢绑在背后，努力的想用左手打一颗完整的鸡蛋，而厨房满是碎裂的蛋壳跟蛋液。女孩子呢，泪流满面，她选择了自我放弃，但是妈妈却没有放弃她呀。女孩决定从此不再沉溺在这种悲伤当中，她开始学着用左手打蛋、煎蛋饼、做萝卜糕、汉堡。她不知打破了几篮子的蛋，摔坏了几个锅子。努力了几个月以后，终于他学会了。妈妈鼓励他出去应征这个早餐店的工作，希望他透过别人的认同，更肯定了他自我的价值。原本很畏缩、很退却的女孩，她就决定要去试一试，尝试。她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勇敢地走出去。当早餐店的老板娘看到他空荡的右手的时候，他脸部带有蓝色，一种困难的脸色。正当不知如何拒绝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就对老板娘说：“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会做给你看的，只要你解得不好，你随时都可以叫我离开。”善良的老板娘答应了。女孩熟练的用左手煎蛋、端盘子，微笑地招呼了每一位客人。从大家这种很惊异、赞叹的眼神当中，女孩子知道她重生了，重新站起来了。人的一生可能会遭遇到困顿，但生命的韧度可以自己掌握。当面前有重重的阻碍的时候，千万别轻言放弃。我们要尝试着转个弯，只要有心肯做，都是有一条路的，所以观念要转个弯，生命无限宽。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前程，不能放弃自己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